今天给丑娃喂芒果的时候，他竟然不吃。正当我想打他屁股的时候，忽然间想到，他连芒果都不吃，肯定是肠胃有毛病，于是赶紧带他去做胃镜。众所周知，给丑娃做胃镜之前，需要先开瓢，用手术剪开瓢之后，赶紧把迷你胃镜放进去，连接好导管，扎紧切口，剪去多余部分。由于病情紧急，所以不管了，直接开水。接下来请欣赏整个检查过程。